請大家祈禱。全能永生嘅天主，你為要人類取範謙遜嘅榜樣，令我哋嘅救主取咗肉軀，並承受咗十字架嘅苦刑。求你使我哋服認基督堅忍嘅教訓，好能夠堪當分享佢嘅復活。佢同埋你及聖神係唯一天主，永生永活。各位請坐。讀經喺禮儀小冊子第20頁，第20頁。恭讀依撒意亞先知書，我主上主賜給了我受教的口舌，叫我會用言語來援助疲倦的人。他每天清晨喚醒我的耳朵，叫我如同學生一樣靜聽。我主上主開啟了我的耳朵，我並沒有違抗，也沒有退避。我將我背轉給打擊我的人，把我的腮轉給扯我鬍鬚的人。對於侮辱和袒護，我沒有遮掩我的面，因為我主上主協助我，因此我不怕蒙羞。所以我板着臉像一塊碎石，因為我知道我決不會受辱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答唱詠在於禮儀小冊子第79頁。請大家隨同領唱員嘅詠唱，回應天主聖言。佢有血放手啊！
在盛大的集會中讚美歌頌你。你們敬畏上主的人，請讚美上主。雅各伯所有的後裔，請光榮上主。以色列的一切子孫，請敬畏上主。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，弟兄姊妹們，耶穌雖具有天主的形體，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，為應當把持不捨的，卻使自己空虛，取了奴僕的形體，與人相似。形狀也一見如人，他貶抑自己，聽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為此，天主極其舉揚他，賜給了他一個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名字，致使上天、地上和地下的一切，一聽到耶穌的名字，無不屈膝叩拜；一切唇舌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，以光榮天主聖父。上主的話。感謝天主。恭讀救主受難始末，請各位起立，福音前歡呼。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為此天主極其舉揚他，賜給了他一個名字，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。姊妹同在，恭讀瑪竇所載主耶穌基督的受難始末。那時候，那12人之一，名叫猶達斯伊斯加略的，去見司祭長，說：我把耶穌交給你們，你們願意給我什麼？他們約定給他30塊銀錢。從此，猶達斯便尋找機會，要把耶穌交出。無酵節的第一天，門徒前來對耶穌說：你願意我們在哪裏給你預備逾越節晚餐？耶穌說：
你們進城去見某人，對他說：師傅說，我的時候近了，我要與我的門徒在你那裏舉行逾越節。門徒就照耶穌吩咐他們的做了，預備了逾越節晚餐。到了晚上，耶穌與12門徒吃飯，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，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中有一個人要出賣我。門徒非常憂悶，開始各自對耶穌說：主，難道是我嗎？耶穌回答說：那同我一起把手蘸在盤子裏的人，要出賣我。人子固然要按指着他所寫的而去，但是出賣人子的那人卻是有禍的。那人若沒有生，為他更好。那要出賣耶穌的猶達斯也開口問耶穌說：辣彼，難道是我嗎？耶穌對他說：你說的是。他們正吃晚餐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福了，擘開，遞給門徒說：你們拿去吃吧，這是我的身體。然後耶穌又拿起杯來，祝謝了，遞給他們說：你們都由這杯喝吧，因為這是我的血，盟約的血，為大眾添流，以赦免罪過。我告訴你們，從今以後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了，直到在我父的國裏那一天，與你們同喝新酒。他們唱了聖詠，就出去到橄欖山去。那時，耶穌對門徒說：今夜你們都要為我的緣故跌倒，因為經上記載，我要打擊牧人，羊群就要四散。但是我復活後，要比你們先到加利肋亞。伯多祿卻回答耶穌說：即使眾人都為你的緣故跌倒，我決不會跌倒。耶穌對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夜雞叫以前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伯多祿對耶穌說：即使我必須同你一起受死，我也決不會不認你。眾門徒也都這樣說了。隨後，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名叫革責瑪尼的莊園，便對門徒說：你們坐在這裏，等我到那邊去祈禱。耶穌於是帶了伯多祿和載伯德的2個兒子一同前去。耶穌開始憂悶恐怖起來，對他們說：我的心靈憂悶得要死，你們留在這裏，同我一起醒悟吧。耶穌稍往前行，就俯首至地祈禱，說：我父，如果可能，就免去我這杯吧，但不要照我，而要照你所願意的。耶穌來到門徒那裏，見他們睡着了，便對伯多祿說：你們竟不能同我醒悟一個事實嗎？醒悟祈禱吧，免陷於誘惑。心神固然節願，但肉體卻軟弱。耶穌第2次再去祈禱，說：我父，
如果不能免去這杯，非要我喝不可，就成就你的意願吧。耶穌又回來，見門徒仍然睡着，因為他們的眼睛十分沉重。耶穌再離開他們，第三次去祈禱，又說了同樣的話，然後回到門徒那裡，對他們說：你們睡下去吧，休息吧。看，時候到了，人子就要被交於罪人手裡。起來，我們去吧。看，那出賣我的已經來到了。耶穌還在說話的時候，看，那12人之一的猶達斯來到，同他一起的，還有許多帶着刀劍棍棒的群眾，是由司祭長和民間長老派來的。那出賣耶穌的，給了他們一個暗號，說：我口親誰就是，你們捉住他。猶達斯一來到耶穌面前，就說：勒比你好。猶達斯就口親了耶穌，耶穌卻對他說：朋友，你來做的事就做吧。於是群眾上前向耶穌下手，捉住了他。有同耶穌在一起的一個人，伸手拔出自己的劍，砍下大司祭的僕人一劍，削去了他的一個耳朵。耶穌於是對他說：收回你的劍，因為凡動劍的，必死於劍下。你想我不能要求我父，即刻給我調動12軍以上的天使嗎？如果這樣，怎能應驗經上所載必須這樣發生的事呢？在那時，耶穌對群眾說：你們拿着刀劍棍棒出來捉拿我，如同對付強盜。我天天坐在聖殿裏施教，你們卻沒有捉拿我。這一切都發生了，是為應驗先知所記載的。門徒於是都撇下耶穌，逃跑了。那些捉住耶穌的人，將耶穌帶到大司祭蓋法前，經師和長老已聚集在那裏。伯多祿遠遠跟着耶穌，直到大司祭的庭園，伯多祿也進入裡面，坐在差役當中觀看結局。司祭長和全公議會捏造相反耶穌的假證據，要把他處死。雖然有許多假見證出庭，但沒有找出什麼。最後有2個人前來說：這人曾經說過，我能拆毀天主的聖殿，在3天內把它重建起來。大司祭就站起來對耶穌說：這些人作證反對你的事，你什麼也不回答嗎？耶穌卻默不出聲。於是大司祭對他說：我因生活的天主起誓，命你告訴我們，你是不是默西亞，天主之子？耶穌對大司祭說：你說的是，並且我告訴你們，從此你們將要看見人子坐在大能者的右邊，乘着天上的雲彩降來。大司祭於是撕裂自己的衣服，說：他說了褻瀆的話，還需要什麼見證嗎？
你們剛才聽到了這是俗的話，你們以為該怎麼辦？他們回答說：他該死。眾人於是向耶穌臉上吐唾沫，用拳頭打他。另有一些人也用巴掌打他，說：默西亞，你猜猜是誰打你？伯多祿在外面庭園坐着，有一個使女來到他面前，說：你也是同那加利肋亞人耶穌一起的。伯多祿當着眾人否認說：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。伯多祿出去，到了門廊，另有一個使女看見他，就對那裏的人說：這人是同那納匝肋人耶穌一起的。伯多祿又發誓否認說：我不認識這個人。過了一會，站在那裏的人前來對伯多祿說：的確，你也是他們中的一個，因為你的口音把你暴露出來了。伯多祿就開始詛咒發誓說：我不認識這個人。立刻雞就叫了。伯多祿便想起耶穌所說的話：雞叫以前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伯多祿一到了外邊，就傷心痛哭起來。到了早晨，眾司祭長和民間長老就決意陷害耶穌，要把他處死。於是把他捆綁了，解送給總督比拉多。這時，那出賣耶穌的猶達斯見耶穌已被判決，就後悔了，要把那30塊銀錢退還給司祭長和長老，說：我犯了罪，出賣了無辜者的血。他們卻說：這與我們何干？是你自己的事。於是猶達斯把那些銀錢拎到聖所裏，就走出去上吊死了。司祭長拿了那些銀錢，說：這是血債，不可任意而傷我。他們商議後，就用那銀錢買了陶工的田，作為埋葬外鄉人之用。為此，直到今日，仍稱那塊田為血田。這就應驗了耶肋米亞先知所說的話：他們拿了30塊銀錢，即以色列子民為被賣的人所估定的價錢，用這錢買了陶工的那塊田，正如上主吩咐我的。耶穌站在總督面前，總督便審問他說：你是猶太人的君王嗎？耶穌回答說：你說的是。當司祭長和長老控告耶穌時，耶穌什麼也不回答。於是比拉多對耶穌說：你沒有聽見他們提出多少證據來控告你嗎？耶穌連一句話也沒有回答，以致總督大為驚異。每逢節日，總督慣常給民眾釋放一個他們願意釋放的囚犯。那時正有一個出名的囚犯，名叫巴辣巴。當群眾聚集一起時，比拉多對他們說：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哪一個？巴辣巴，或是那稱為默西亞的耶穌？原來比拉多知道，他們是由於嫉妒，才把耶穌解送來的。
比拉多正坐堂時，他的妻子派人到他面前說：你千萬不要干涉那義人的事，因為我為他今天在夢中受了許多苦。司祭長和長老卻說服了民眾，叫他們要求巴勒巴，而除掉耶穌。總督又向他們說：這兩個人中，你們願意我給你們釋放哪一個？民眾說：巴勒巴。比拉多對他們說：那麼對於那稱為默西亞的耶穌，我該怎麼辦？眾人回答說：該釘他在十字架上。總督又問：他究竟做了什麼惡事？他們越發喊說：該釘死他在十字架上。比拉多見事情毫無進展，反倒更為混亂，就拿水當着民眾洗手，說：對這義人的血，我是無罪的，你們自己負責吧。全體百姓回答說：他的血歸在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。於是比拉多給他們釋放了巴勒巴，把耶穌鞭打了以後，交給人釘在十字架上。那時總督的士兵把耶穌帶到總督府內，召集了全隊圍着耶穌，脫去了他的衣服，給他披上了一件紫紅色的外氅，又用荊棘編了一個刺冠，戴在他頭上，拿一根蘆葦放在他右手裏，然後跪在他面前戲弄他說：猶太人的君王萬歲！然後兵士向耶穌吐唾沫，拿起蘆葦來敲他的頭，戲弄完了，就給他脫去外氅，又給他穿上他自己的衣服，帶他去釘在十字架上。他們出來時，遇見一個基勒乃人，名叫西滿，就強迫他背耶穌的十字架。到了一個名叫哥爾哥達的地方，即稱為髑髏的地方，他們就拿苦艾調和的酒給耶穌喝。耶穌只嘗了一嘗，便不願意喝。他們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以後，就拈鬮，分了耶穌的衣服，然後坐在那裏看守他。在耶穌的頭上放了他的罪狀牌，寫着：這是耶穌，猶太人的君王。當時與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，還有兩個強盜，一個在右邊，一個在左邊。路過的人都搖頭辱罵耶穌說：你這拆毀聖殿而3日內重建起來的，救你自己吧！如果你是天主子，從十字架上下來吧。司祭長和經師與長老也同樣戲弄耶穌說：他救了別人，卻不能救自己。他既是以色列君王，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吧，我們就信他。他信賴天主，如果天主喜歡他，現在就該救他，因為他說過：我是天主子。同耶穌一起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盜也這樣譏笑他。從第6時辰起，直到第9時辰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約莫第9時辰，耶穌大聲呼喊說：厄里厄里，勒馬撒巴克塔勒，
就是說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站在那裏的人中，有幾個聽見了，就說：這人呼喚厄里亞呢？他們中有一個人立即跑去，拿了海綿浸滿了醋，綁在蘆葦上，遞給耶穌看。其餘的人卻說：等一等，我們看是否厄里亞來救他。耶穌又大喊一聲，遂交付了靈魂。請跪下。請起立。看，聖所的帳幔從上到下分裂為二，大地震動，岩石崩裂，墳墓自開，許多長眠的聖者的身體復活了。在耶穌復活後，他們由墳墓出來，進入聖城，顯現給許多人。百夫長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穌的人，一見地動和所發生的事，就非常害怕，說：這人真是天主子。有許多婦女在那裏，從遠處觀望。他們從加里肋亞就跟隨了耶穌，為服侍他。其中有瑪利亞、馬達力納、雅各伯和若瑟的母親瑪利亞，與載伯德兒子的母親。到了傍晚，來到一個叫阿黎馬特雅的富翁，名叫若瑟，他也是耶穌的門徒。這人去見彼拉多，請求領取耶穌的遺體。彼拉多就下令交給他。若瑟領了耶穌的遺體，就用潔白的殮布把它包好，安放在他為自己在岩石間鑿成的新墓穴裏，並把一塊大石頭滾到墓口，塞住墓門，就走了。那裏還有瑪利亞馬達勒納及另外一個瑪利亞，面對墳墓坐着。第二天，即預備日以後的那天，司祭長和法利賽人一同來見彼拉多，說：大人，我們記得那個騙子活着的時候，曾說過3天以後我要復活，為此請你下令把他焚了，直到第3天，他們門徒來了，把他偷去，而對百姓說他從死人中復活了。那最後的騙局就被先前的更壞了。彼拉多對他們說：你們可帶一隊衛兵，盡你們所能，好好看守。司祭長和法利賽人就去，在石上加上封條，派駐衛兵把守墳墓。上主的話。